上車啦！今次搭中嘅係一架富豪 BLT 嘅前空包盒裝，我估計係5201。咦？咩4503？樹黨車，樹黨。哇！咁好，佢搭咗架樹黨車，右邊好似都見咗一架富豪 BLTL 喎。不過呢個唔係樹黨車，係將軍澳嘅常用車5201富豪 BLTL 啊。如果今次搭嘅4503嚟嘅短車，係我第一次搭動短車，係我。因為我其他搭中指路全部都係12米或者12.8米，就算御用特車都係通常都係到12.8米，偶然搭中12米，即係8404同埋我見到咩話？嗰個8158、8404係我刻意去追嘅，8158就好好彩搭中。我哋翻嚟而家又見咗一架富豪 BLTL 啦，而家俾眼尖嘅同學睇一下，喺邊？嗰個富豪 BLTL 就係對頭線嗰度嘅。不過富豪 BLTL 同樣都係冇樹擋，所以應該唔會特見噶啦。佢仲貼咗796，唔係795X 嘅宣傳廣告，好似係。但係如果貼咗將軍澳區嘅宣傳廣告，通常都係將軍澳嘅常用車，所以咧佢應該咧都係520字頭嘅，佢應該都係。隔離呢架5182797。腳隔離有一個成物分裝790，而我呢架咧係銀色樹黨車嚟嘅，因為樹黨車第一次搭中樹黨車，我第一次係右邊有維修嘅。不過其實本來過去移明村咧，我係只需要花5分鐘嘅，5到7分鐘啦。但係而家咧唔係5到7分鐘啦，因為要兜路。相信大家已經知道咧要兜邊度㗎啦，我之前已經嚟過好多次啦。兩站，下一站係消防及救護學院。相信大家可以睇出嚟有咩怪怪地嘅，因為下一站咧，我記得應該係香港中醫醫院，唔係消防及救護學院。不過唔理啦，可能佢之前，可能佢仲未換啦，可能。通常將嗰個常用車應該都會換嘅，通常。但係呢架由於係小特啦，即係大概約小特啦，所以應該仲未換嘅。而呢種車我都之前見過4519行消防及救護學院特別班次，即係我意思即係仲未變成全日如果消防及救護學院啦，意思就係，而且我記得下一站應該係香港中醫醫院嚟嘅，我記得。中醫院應該冇人等緊車㗎，因為就算見到有人，但係佢企喺九巴站嗰度嘅。不過其實我哋而家已經到咗消防及救護學院啦，而呢一個消防及救護學院咧，就應該都係有人，但係通常都係應該等緊 KMB 㗎啦。雖然呢個793都可以去到接駁港鐵。誒，有人揮手喎，睇下有幾多人上車先。呢度又見到有富豪 BLTL KMB 嚟嘅，係綠牌5298F 黃章公車牌
牌 PX9577，PX9577。咁我哋呢個時候咧已經嚟到邵氏影城八勝角啦。咁我哋而家就要去清水灣半島。過咗呢個清水灣半島站就到咗呢個移明村，我會喺移明村落車。而相信我住喺將軍澳某一個位嘅朋友都可以睇到呢架車。相信我會請呢個朋友會喺呢個影片中留言。而家先俾大家估一下呢個朋友係邊個啦，睇下。我都會係喺移明村嗰陣都會同大家講嘅。咁我哋咧就要去到清水灣半島啦，已經左轉入咗嚟呢個清水灣嗰度啦，清水灣半島即係蒲台路。咩嚟？係啦，頭先個聲音應該係車長調價錢啊，因為呢個位有一個分段收費，由本來12.8變咗10個幾或10個7，好似係。而家幾條線停咗一架790往尖沙咀摩地道嘅車，呢架車係5660。而我哋咧而家都要落去啦。而家我哋落去，但係唔係落車，淨係落去。而家要落去啦。
503右邊都有個空位喎，再見4503，拜拜。色蛋係啦，睇嚟嗰個朋友話5201係新巴塞一盤色蛋，但係佢冇考慮短車，拜拜。呢個朋友就係住喺條領嘅。